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地方债。昨天咱们聊的地方债是河北的邯郸，今天咱们聊的是广西柳州。最近广西柳州的债务在网上也是引起热议这个网传广西柳州债务本息总额有7000亿，但是这个是网传的具体多少，说实话谁也不知道。那我们看到公布的根据公布的数据柳州一年财政收入是150亿，但每年需支付债务利息218亿，官方公开的政府债务和城投债3450亿，所以这个每年的这个债务利息218亿。所以说这个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广西柳州的整个债务应该是在它公布的3450亿到7000亿之间，你就按5000亿算吧。但是柳州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50亿，那这5000亿怎么弄？怎么还？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柳州到底欠了多少钱？截至2024年末，明面上政府债务是1042亿，其中专项债务占了近80%。表面上看毕竟没有突破债务限额，但真正吓人的是那些藏在水面下的城投债务，就是很多隐性债务这个公布出来的高达2397亿，也将近2400亿。这是什么概念呢？柳州的 GDP 只有省会南宁的一半多一点，财政收入呢不到南宁的40%，但是它城投债却是南宁的1.5倍。更要命的是这些债务利息高得离谱，部分非标融资利息超过10%，所以算下来光是利息一年可能就要花掉143亿。而柳州2024年全年财政收入149亿，也就是根据官方公布的债务，那么它一年的财政收入正好够它还债，还的是利息大家也记住了，这个公布出来的只是有息债务。什么叫有息债务？就是他借了银行的钱，对吧？借了什么金融机构的钱、信托的钱、私募的钱，那个是要付利息的，这叫有息债务。那么负债不光是有息债务还有好多无息的。什么叫无息就是应付账款，对吧？给那个施工队欠了这个工程款，他这个是不付利息的，欠你10个亿以后还，你的这个没有利息，对吧？欠这个农民工工资，对吧？叫应付账款，这个也是负债这有多少呢？好就好在他不用付利息，那但这个你要还如果把这些都算上那柳州自己的收入去还债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叫什么？走上以贷养贷，以债养债就像咱们上一个节目说的，年轻人借了网贷，他的工资只有3-4千，那最后怎么办呢？结局就是他那个贷款是越还越多，原因就是他是高利贷。这个柳州的债务不同的地方是它本金太大，虽然它高利贷比较少它贷款利息有10%以上的，这个也就算是高利贷了。所以说这个柳州地方债那也是越陷越深了。有很多人就说了，那柳州干啥了？就借那么多钱呢？他怎么就欠了这么多钱？这一切都要从一条轻轨说起。2016年，也就是9年前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和市长吴伟两人拍板上马。轻轨项目总投资186亿，而且项目规划相当激进。第一年以试验的名义擅自启动1号线建设，还没有建完，批复也没有下来。第二年又开工搞起2号线，后续还打算建7条线，总里程超过200公里。这个书记郑俊康和市长吴伟打了个如意算盘，准备先上车后买票，先把项目建起来，生米煮成熟饭，等到上面的批复自然就下来了。而这个项目被包装，对吧？那叫一个漂亮。轻轨连接产业新城，撬动1000亿 GDP， 每年新增4.8亿税收，5年回本。这个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基金听了这个故事，那是相当激动，对吧？钱哗啦哗啦的往里砸。结果这条轻轨的真正功能不是运人，而是圈钱。就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要回到2016年那个背景。对吧？2015年启动什么棚改，那是大把撒钱了，涨价去库存了。就在那个背景下，哪个城市不在搞产业新城呢？哪个城市不在大拆大建、跑马圈地你自己想一想吧，你所在的城市如果要搞产业新城或者搞什么新城，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柳州自然不能免俗，柳州只是个特殊案例，就是我们拿它说事，是因为它最困难。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叶知秋啊。结果2018年发布的52号文呢，大幅提高轨道交通审批门槛。柳州因为各项指标均未达标，轻轨项目彻底失去了获批的可能性。这个大家恐怕知道啊，每个城市都要建地铁，都想修地铁。但是那个发改委是有规定的啊，你那个地方修地铁必须达到那个第一个，你总人口是多少，你的 GDP 是多少，对吧？你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完了之后，你这个测算啊，这个早晚高峰人流量是多少？等它有4个还是5个指标，我记得咱们以前介绍过，你都达到了，你这个地方才能批准啊建这个地铁。但是大家还记得吧？去年深圳有4条地铁好像已经批复了，可以建，但是没钱不建了，取消了，给他批过了他都不建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柳州那结局大家也知道了，它是未批先建，未审先建，对吧？钱先砸进去了，全来的钱去哪儿都不知道，对吧？钱可能挪用到什么产业园。2023年11月，财政部直接点名柳州，说柳州通过国企垫资搞出了177亿的隐性债务。10天后啊，这个吴伟被查，2个月后郑俊康落马，最后对吧？被查明啊，郑俊康受贿5000多万，判了16年半。吴伟那更厉害啊，说贪污了1.86亿，直接判死缓啊。那条劳民伤财的烂尾轻轨，从头到尾一点作用都没有发挥，只留下上百亿的债务。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柳州的那很多这个 UP 主拍的那个视频啊，那个因为它是轻轨，它是在这地下可能还好一点，你还看不见，在地上那个烂尾到处都是水泥墩子啊。像一条巨龙蜿蜒穿过城市，但是它烂尾了。我看有人介绍啊，那个水泥墩子要拆一个水泥墩，据说就要花10万块，你得把它拆掉啊，对吧？地下还复原呢，成本是10万，你就拆去吧。而这一切啊，很可能只是柳州问题的冰山一角。说这个郑俊康啊，主政柳州那几年，今天上这个大项目，明天上那个新区，几乎是拍脑袋决策，根本不管钱从哪里来。可怕的是，整个系统都在装税，所有违规项目都有一套合法程序。常委会研究了，部门会签，专家论证了，该走的流程一个不少，也就是形式都走了，但就是没人敢说这事不靠谱，没人真正负责。这种集体装瞎，就是装聋作哑呀。最后酿成大祸，不光郑俊康、吴伟栽了，就连广西自治区的分管领导蓝田利、谭仁健，还有副主席彭小春都被拉下马。所以说啊，这个官方定调啊，这次广西自治区批这个柳州的债务问题啊，看似是金融风险，实则是政治生态问题，烂摊子还是要收拾的。于是啊，广西自治区才召开了这次大会啊，甚至把这个常委会啊就直接放在柳州开，都不是在南宁开的啊。然后广西放话啊，拍胸脯发誓要举全区之力帮柳州还债。换句话说啊，那些本该用来搞全区建设、改善民生、给企业减负的钱，那多少恐怕都要从广西啊拿出来给柳州擦屁股。也就是几个贪官捅的篓子，却要全广西人民来买单，那这波可是亏大了。但是不救又不行，为什么呢？说啊，作为广西第2大城市，柳州如果真是爆雷了，那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个广西可能也要被拖下水。谁能想到啊，柳州啊，在8年前，也就是2016年，也就是他决心要上马轻轨的时候，那柳州还是妥妥的啊，广西的这个工业基地，甚至啊，柳州还是全国7大汽车工业基地之一，汽车产量一度跻身全国前3。很可惜的是，大家还记得吧？2016年，那大概其就是新能源汽车前夜，各个地方都在琢磨着搞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这个广西啊，柳州还在沉迷于大拆大建，没有抓住新能源汽车这一波，没赶上这个风口，那大家就知道了，它的情况一定类似于广州啊。广州本来是汽车的这个对吧？那是领头羊啊，但是在新能源汽车这块，广州就稍微布局晚了一步，落后了。是这样的吧？那柳州就更落后了，所以造车优势被迅速磨灭之后，那后面又赶上了楼市寒冬啊。2021年恒大暴雷，土地财政彻底歇菜。2024年以卖地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只有61亿，那显然土地都卖不掉，3年间暴跌近80%。所以柳州啊，今天这个局面啊，说白了就是过去20年土地财政加举债发展模式走到了头。产业发展跟不上时代，人口红利也没了，房地产凉了，基建也不灵了，那些靠投资对吧，靠借钱堆出来的 GDP 就现出了原形，这海水退去啊，谁在裸泳一下就看见了。这个不光是柳州的教训啊，实际上全国柳州这样的城市有多少呢？就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啊，
那些贪腐咱就不说了，对吧？天下乌鸦差不了多少。柳州它就是盲目上马，对吧？这个钱浪费掉了，这个无效投资非常多。第二个，它没有一个产业在这个比较快的速度在增长，而去弥补房地产和这个原来的这个汽车的萎缩，所以它就暴雷了，它的情况更严重。而其他的地方呢，实际上跟柳州差不多，但是人家赶上了一个什么呢？要不就蒙对了新能源，对吧？要不是蒙对了光伏。总之，感觉这个 GDP 啊蒸蒸日上，能弥补一部分土地财政的不足啊。第二个呢，他投下去的钱多少，还有些项目是有收益的，还能赚，不是全部打水漂。而柳州呢，几乎就是打水漂的多，那所以它更惨。那柳州怎么化债呢？整个广西啊，举全区之力，也就是全省啊，它是自治区嘛，之力来帮柳州化债。实际上一说化债，对吧？也天天看我节目的，你不用说都知道，跟房地产、房企化债没什么区别，化债就那么几板斧啊。这个7月2号啊，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媒体说这叫省级化债模式破冰突围。广西国控以110亿元注册资本，整合16家区属国企核心资产，包括柳钢、柳工等企业的国有股，以及广投、北投等集团33%的股权，形成资本运营超级平台。这一省级平台组建，不仅是一次国资重组，更是广西举全区之力化解柳州债务困局的关键落子。广西国控集团成立，短期内可缓解柳州每年134亿元的这个利息负担。这个广西省啊，广西自治区举全区之力帮柳州化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搞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的任务就是，对吧？一负责融资盘活资产，第二负责兜底，把柳州那个债务给它兜住，对吧？柳州那利息它来付，那这就是防止它暴雷啊。那广西国控集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巨无霸平台啊，横空出世，相当于把广西全区国企的半壁江山都装进去。这个广西国控啊，它是由原广西农垦集团改头换面而来，把这个红贵集团和国宏集团全部股权放进去，然后刚才说的啊，广西的16家区属的国企国有股放进去，以及广投和北投这些投融资平台7家区属企业1/3的股权装进去。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什么意思，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就是这个曹操啊，准备打东吴赤壁之战嘛，把所有的小船用铁链子给它拴起来，变成一个巨无霸，这样这个北方的那个曹兵啊，在那个巨无霸上面就能不晕船，对吧？然后这个骑着马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把小船变成巨无霸，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巨无霸成立之后干什么呢？对吧？它的目的很简单啊，就是为柳州化债。那么它第一招就是以购代借，也就是这个广西国控啊，掏真金白银，掏钱，因为欠债的是肯定最后是落实到广西这个柳州的各个国企头上，都是或者融资平台头上，他们欠别人钱，他们是欠债主体。那这个作为这个广西国控啊，他怎么是拯救呢？对吧？他手上拿了大笔的钱，这个钱先别说这钱从哪儿来的，总之他手上有大笔的钱，拿着钱去盘活那些欠债国企的资产，对吧？你这个，比如你这个广西柳钢，对吧？你肯定也背了很多债，你的资产死了，盘不动，对吧？但是你手上还有20亩地，对吧？把那地给，然后广西国控给你钱，然后柳钢拿到这笔钱，他不就有了钱进来，有了增量资金进来，他就能慢慢盘活，就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说啊，这个广西国控啊，实际上拿着大把的钱，就给这些负债的主体，换他们的资产，你有什么资产拿出来，不行股权去收购，这些负债主体拿到钱之后，他就可以去还债，或者是付利息，或者是他去腾挪，既盘活了这个柳州国企的资产，又对吧，让柳州国企它的欠债能够得到支付。根据这个柳州自规局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3月，柳州各大国企手里还有3000亩闲置土地。这3000亩土地它本来就是资产了，你拿出来换钱。至于这个土地换到广西国控手上干什么？广西国控那个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也得还。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土地恐怕就要整理开发，对吧？变成住宅用地，卖房子，变现还钱，就这么一套措施啊。那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吧，这个路不好走啊。柳州你3000亩地，你盖多少房子？你卖得掉吗？能变现吗？这是后话了啊。总之人家思路就这么个思路，对吧？这个第一招叫盘活资产，第二招什么呢？第二招叫债务重组，就像融创碧桂园做的事情一样，把债权人叫到一起，对吧？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是宽限几年呢？好，还是说我现在破产清算好？
破产清算你们啥也得不到啊，宽限几年，说不定还能回去个3瓜2枣的。当然了，他这个对象啊，大部分都是国有银行，所以大家也知道这条路好走不好走。广西区内的银行，对吧？城投啊，那个什么城商行，那个不要紧，都归他们自己管。他可以要求银行，对吧？你把利息免了，或者利息6%的利息有点高，你改成1%，这可以，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国有大行你干涉不了，对吧？人家向总行汇报，它不是地方政府能干涉的。那国有大行你欠的钱，包括信托，人家也不听你的，你不还钱我就告你。所以说这条路啊也不太好走啊，也就是让金融机构让利，让他们割肉，这个恐怕比较难。那至于其他的重组，对吧？展期这个有可能，对吧？你往后延个3年5年，这个广西国控来担保，这有可能啊。借新还旧一招，借新还旧什么意思？拿广西国控，对吧？拿他的资产做担保，机构去借，那个利息比较低啊。现在利息都3%几、4%，对吧？顶多这样了。柳州好多债务是10%以上的非标债务，对吧？借银行的钱怎么样把这非标债务给置换掉，把这利息降下来，这也是一个办法。第3招呢，科一样的，对吧？让金主爸爸支持，也就是一是争取上级政府各种转移支付、各种补贴，还要争取上级政府的各种政策，对吧？国家现在有很多化债什么试点方案，什么国家什么化债这个试点城市等等啊，就是想办法去争取，你把我做典型，对吧？给我点政策，然后上面转移支付多要一点。第4个就是集全区之力，是啊。这个广西自治区内部，对吧？比如南宁市对口支援，对吧？还有其他什么青州，你得对口支援，你的财政收入里面拿出多少出来，也就是为这个柳州充电，这些啊都是表面文章，都是在这个账面上进行充足，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让他自身造血，对吧？也就是你拯救房企啊，你给他借钱没用。你真正的说解决是他那盖的房子能卖掉，对吧？韭菜去买，这就是房企它自身在造血，这个就假以时日，哎，它就能缓过来。所以说啊，柳州最后要靠自身造血。你就是给他什么产业发展什么产业，什么产业跟那鹤岗一样，对吧？你救他有什么用啊？你钱砸下去之后他还不起，你把他这个高息债务变成低息的，你把他债务展期，最终还要还，他也造不了血。所以说，如果化债那么容易的话，那就不存在化债的问题了。说到广西自治区的这个财务状况，别的不说了，大家还记得吧？23年有一个新闻，河南商报很多媒体报道啊，广西公安厅欠费48万被停电。一个堂堂广西公安厅啊，欠电费48万被停电了。别的不说了，你就知道这个广西缺钱缺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新闻啊，大家知道哪吒汽车吧？爆雷的啊，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人专挑细处断了。这广西自治区本来就缺钱，对吧？不富裕，那好不容易把南宁国资委啊，对吧？跟那个小散户炒股一样的，心里痒痒。这股市在涨，对吧？那时候新能源汽车这是如火如荼啊，散户炒股是一样的啊，然后也没办法，但不能这个盛宴你不参与，本来就没赶上好时候，对不对？前面没赌，所以这个时候啊，南宁国资委啊，2019年还比较早呢，拿了35亿投资哪吒汽车，人家也赶上这风口啊，你合肥都能这么干，不就沾了光吗？占了便宜吗？你也能这么干，完了还给800亩地给哪吒汽车，结果你说所托非人呢，就炒股啊，那你对吧？你没买那个寒武纪，对吧？你买的是啥玩意儿？退市股，这就是命。所以说啊，哪吒汽车最后累计亏损180亿，现在是破产清算吧？这家关联公司直接下落不明，南宁国资委没办法啊，只好把哪吒汽车给告了。你告了有什么用啊？对，人家破产清算了。关键是南宁国资委干的这事还不是一次，就是看走眼啊，就跟小散户炒股一样的，他每次都踏错了。据说啊，南宁国资委还投资了恒大汽车，你说这是说广西自治区很多人不理解啊。他说为什么本地的五菱对吧、柳汽这些汽车企业不好好扶持，外面去投那些不着调的？现在好了，全都打了水漂。我刚才说了啊，如果债务那么好化解，那就不应该有债务，对吧？债务就不应该是个问题。所以债务是个问题，就说明债务不好化解，你化解不了，只会越化越多。因为你那个环境出了问题，它自身不能造血。如果自身能造血，那你说拖他一把，他就渡过难关。它自身不能造血，你拖它有什么用？你只是延缓，对吧？你只是把雷往后拖啊，拖到后面爆一个更大的雷。因为你越拖，你成本越高啊。那利息你就是再降，你还不要付利息吗？为什么这个生态出了问题，对吧？它不能造血呢？你看啊，网上有网友他就指出啊，他的亲身经历。这网友说啊，他说我受广西某县城邀约，代表公司考察一个产业园运营项目。他说我惊奇的发现，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9万的县城，
实际人口更少啊。他说，居然新建了8个类似的超大型产业园，厂房面积均5万平米以上，全部以高标仓的标准建设。每个产业园平均造价估摸都是超过5亿以上。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均是由政府以平台公司名义主导投资的大型项目。产业园新建的资金一部分由城投公司从银行借的低息债，一部分用的是扶贫基金。由于一个产业园新建周期大概是3到5年，基本建成后，当地领导班子正好调任或高升，新来的班子不仅不在原有基础上想办法进行产业运营，而是绞尽脑汁申请更多经费，再新建一个产业园的项目。你看，这就是柳州债务越滚越多的原因。它的起因恐怕就是那个轻轨，实际上后面为什么4000多亿的债务，5000亿，建了多少个产业园呢？咱们有一期节目介绍了吧，产业园暴雷，你建了那么多产业园，根本就没有企业区啊，最后只好是零租金。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产业园新建后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当然没有啊。厂房空置一大片，县政府尝试过招商引资，但效果极差。因为一个只有19万人口的县城，产业再怎么整合，也不可能够填满8个如此大型的产业园。关键是这些产业园还要维护啊，还得往里扔钱啊。你要不维护，那这3年以后就是杂草丛生，对吧？那个房梁就塌了，是不是这样的？窗户玻璃就破了。说我司所考察的产业园共计8.8万平的仓库，总造价共计7.8亿，高标准仓平地库，设计混乱，交付状态差，同时也看不到能和哪个产业融合的点。通俗点说，就是这个产业园不好用。县政府和我们沟通后开出的运营价码是年运营费能够覆盖平台公司投资债务利息即可，也就是你给他交的钱租金啊，只要能覆盖这个产业园，就你租的这个地方，他建的时候借的钱的利息，他就愿意。经过测算，大概要600万一年，那这公司肯定不愿意啊，因为你一年挣不到600万呢，你把它租下来干什么呢？于是县政府又提出可以免租3年，后2年租金减半。你看看，就是零租金啊，前面3年是零租金，对吧？第4年、第5年租金减半，第6年开始收租金。就这个人家还是不干，因为确实挣不到钱，谁愿意往里搭钱呢？对吧？这就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说的产业园暴雷啊。他说回来的路上，县政府安排投资促进局的人陪同。他说我在车上问了一个问题：如此大的投资额，如果仅以600万每年出租，在前几年免租的情况下，县政府打算如何收回成本？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得到答案是不知道，反正隔壁县也是这么做，大家都一样。也就你看，这就是广西的一个现状。所以你说举全区之力给柳州划债，这个更像是一场运动啊，像一个宣传，效果怎么样呢？效果呢，当然是越划债越多啊，对吧？核心点是造血，你能不能造血？能造血，你这个债越划就越少；你不能造血，这个债越划越多。如果不能造血，对吧？不如破产清算，越早破产清算越好。宣布破产了，你工行，对吧？建行、农行的钱就可以不还了，破掉了吗？刚才咱们说了，这叫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你以为是全国就柳州这样吗？大错特。我们很多大基建呢，当初投的时候都是按照经济，对吧 ？GDP 6%、8%增长，经济非常活跃，对吧？大家都喜欢出行，然后这个创业的非常多，那个物流交通非常繁忙，都是按这个去设计的。那么你那个时候测算啊，你投一条高速，你在这个贵州大山里面修一个，对吧？横跨2个山之间的大桥，那个宏伟工程，你测算好歹利息能收回来。但现在你看经济只要一冷下来，对吧？出去玩的人少了，你的物流啊没那么多了，你大山里没什么东西往出拉，你那个还要维护，对吧？你那个桥你每年都要维护，不维护它不就塌了吗？这要钱，所以你恐怕连维护费用都赚不出来，你银行利息更还不了，那个债只能越滚越多，对吧？就像借了网贷的年轻人一样，对吧？他工资太低嘛，它覆盖不了。如果他工资涨得很快，对吧？本来2000一个月，现在涨到2万了，那这些债都不叫事啊，都能还得起，那个叫提前消费。因为我的收入涨得很快，对吧？我早点消费啊，我不用等到后年再去买我喜欢的东西啊。这个逻辑是对的啊。但是你本来预计，对吧？我明年是要拿5000一个月了，后年8000、1万，结果我这明年不仅没拿到5000，我还失业了，那你这债不就越滚越多吗？你这网贷你根本还不起。政府和人是一个道理啊，这逻辑是一样的，公司也一样。所以以前的很多基建，对吧？那是为了促进 GDP 的，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那些投入，以后会成为负担，而且是越来越重。这就是我们最后看看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截至7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2万7627亿元，就不到53万亿啊。其中一般债务17万2483亿元，
专项债务355144亿元，政府债券是526023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604亿元。从这个债务年限看截至7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是10.3年，其中一般债券6.1年，专项债券12.3年，平均利率2.9%，其中一般债券是2.97%，专项债券是2.86%。整个的它公布的地方债务余额是不到53万亿。那么从2024年7月到2025年7月，债务余额增加99618亿元，年均增速23.3%。债务余额增加了不到10万亿，这是不是越花越多啊？当然了，这里面恐怕也有隐性债务浮出水面，对吧？转成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券，把它替换掉了，那就报表上就看见了。但是这个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少啊？也就是说，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咱们真实的债务到底增加多少？肯定是增加了，对吧？债是越花越多。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